喺心理學上面有一個殘酷嘅真相，平庸嘅人永遠都唔識得進化。人嘅心智咧係要需要終身進化咧，先至唔會被時代淘汰嘅。好似你話游水，你覺得難唔難啊？學識咗咪一啲都唔難咯。咁你話揸車又難唔難啊？學識咪輕鬆自如咯。所有覺得難嘅事咧，只係你未學識、未突破而已。好多人一出社會就停止咗學習，停滯成長，心安理得撩埋喺舒適圈，個心智慢慢固化倒退。你睇下李嘉誠、巴菲特啲身居財富嘅頂端，佢每晚臨瞓依然堅持睇一本書，不斷咁樣更新佢嘅認知，終身進化自己。心理學話唔停止學習，人生就永遠冇天花板。你又願意終身成長進化嗎？評論區留言進化，我哋一起提升格局。